具有十方，指光大无边不可思议刹度中的诸佛菩萨那么这个意思来说，光大无边就是没有直径的，就像比如说多少个净土，多大的一个净土，没有这样。就像我们地球来说呢，它是一个直径的一个大小，而且是在每一个的一个地图，它也是一个直径的大小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知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的净土，是不是只有10个净土，或者是只有10个方向有10个净土？也这样去想到，那就是不对的。我们就要知道，光大无比就是完完全全就是数量无比，大小无比然后就是不可思议，就是我们根本就是人类的智慧呢想象不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无比庄严，而且是无比圆满的这样的一个净土里面，那就是如同有怎么说呢，无量无数的诸佛以及菩萨那么张满虚空边的。那虚空我们知道有多少多大，那整个的虚空就是有多大然后就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大小，这个我们都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再衡量嘛那这个虚空当中呢，就是无量无数的诸佛菩萨，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我们要观想出来。但是今天我们修持的时候，观想出来的这些一切诸佛菩萨的净土，是一个只是我们观想出来的一个东西吗？那也不是，本来就是有的，本来就有的这些诸佛菩萨的净土跟一切诸佛菩萨，我们观想出来，那么我们作为一个最好的怎么说呢，禅定的供养。那么所谓的禅定的供养是什么呢？我们就有现场已经圆满的自己可以拿起来的手中的这个花朵，或者是酥油灯，或者供果供品什么等等的，这些都是可以现有的供品。但是呢，就是在我们香起就是以观香，然后就是禅定的供养来说到，那我们今天修持金刚萨埵的时候呢，就是有观想出广大无比的这些供品，全部都是真正的可以供养上去的东西。那这里面呢，就是有特别就是要提出就是七珍八宝这些一个一个的名字，就是相当就是宝山这些都是为什么？因为这些都是过去佛陀的时期已经是加持过的供品，所以就是供养这些是有特别的功德的。那就是也是没有包括在这些里面的人天所有的供品都是可以供养出去的。今天我们就是看到一个任何一个东西，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全部都可以供养上来。这平常的我们就是修持的一个方法。那么今天呢，特别呢就是主要都是在我们就是观想出来的供品。那么这些所有的观想出来的供品都是要供养给广大无比的怎么说呢，广大无边的这些净土以及净土中的一切诸佛菩萨，其心生欢喜，从而圆满了资粮，清净了罪障。那这2个才是非常重要的嘛，对不对？圆满了一切资粮，然后清净了一切罪障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修行的方式，也修行的目的，对不对？我们修行最主要呢，就是为了要清净所有的罪障，圆满所有一切过去未圆满的资粮，在观想诸佛子的一切大悲和加持，变成了5元6色各种各样的光，融入了自身。好，那我们整个的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就是有自利他的一个这样的过程。所以我们呢，就是先利益自己的方面呢，就是在一开始我们忏悔业障，然后呢，就是在所有忏悔了业障以后呢，就是圆满功德，圆满资粮。这个方面呢，就是开始在修持百正明道，修持在金刚萨埵的咒语，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就已经圆满的过程。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把在这个利他的一个这样的过程，自己现前了共同与殊胜的基地成就，与学道相关的4种持迷以及就近之果，无学道相遇之果，为
这是准备自力法身之缘起，所以就是我们已经获得自力法身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容起的一个缘起，就是已经是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成就的一个缘起。又观想从至五子向下放射出无量光芒，照射到三界六道一切众生，使他们相续中的所有的罪障、痛苦、习气等全部清净，犹如暗处出现太阳一样，一切外气世界变成现息刹土。那我们从我们新建观相的这个昂班扎萨多吽这6个字放出的光，先供养上去，供养一切诸佛菩萨，那么一切诸佛菩萨，众诸佛子们接受了我们的供养以后，那也是非常欢喜的。然后就是有在一切诸佛菩萨的身语意事业功德及一切的成就细地都变成了5种以及各种的光，然后融入到自己的身体，然后就获得许多圆满的成就。然后最后呢，就是用光重新法出的光呢，就是这次呢，就是往下照耀的一切六道中的所有一切的众生，然后同时呢，就是消除了一切众生的一切罪障跟业力业障，然后呢，就整个的这个外体世界呢，变成了金刚萨埵的显系刹土。那所以呢，我们就观想成为整个的宇宙也好，或者观想成为只有观想我们所谓的这个地球也好，反正就是所谓的外体世界，就是看我们怎么去观想。我们人类与很多众生所在的这个地球，你把它当作外体世界来看也可以。那你如果是能够可以心量更广大一点的话，那么整个的宇宙所有的这个星球有在的这个整个的空间观想成为外体世界实际上外体世界就是这样的。那所以我们就是只是想观想整个的一个地球作为外体世界也可以，这个也是没有太大的，对于我们自己修持人来说的话还可以，只是让我们知道就是一个外体世界与内心众生的这个区别而已。所以呢，就是我们人类现在在这个地球上，那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世界。那么我们整个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就是说佛世界并不是完完全全全部都是清净的。那现在我们修持金刚萨埵的时候呢，我们以我们修持的加持，我们消除了一切业障，身语意没有业障，没有烦恼的时候呢，没有习气的时候呢，那整个的世界都变成了金刚萨埵的显系刹土。因为原因是什么呢？照耀了所有一切众生我们的光呢，就照耀了所有一切众生。那么一切众生都变成了清净的时候呢，就变成整个就是一个清净的一个显系刹土，外体世界就是这样。